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来去客庄住一晚的专题形态，而今天这一集我们持续探索的是花莲罗山村。这个客家庄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境内有泥火山，而里面的盐卤当地人拿来做成豆腐，口感扎实，香味浓郁，所以泥火山的豆腐还成了当地知名的名产。清新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，随着步道前行，花莲罗山村的泥火山就在眼前。泥火山不像火山一样壮阔，不过它可是老天爷赐给罗山的礼物。里头除了有天然气，还有盐卤，当地很多客家人拿来做豆腐，还让游客 DIY。这个要第10根。从磨黄豆开始体验，让游客也能感受以前客庄辛劳。磨出成果后，煮豆浆的工作也登场。豆腐做起来的口感会比较硬一点点。要制作豆腐，泥火山取来的盐卤水一定要好好的介绍一下。这个就是那个泥火山水，咸咸的哈。它不会凝固哦，是加醋酸才凝固哈。盐卤加进豆浆里，慢慢会凝固，不需要用石膏，完全纯天然。一连串的制成都让游客可以自己体验。泥火山豆腐跟一般豆腐很不一样，吃起来口感扎实有弹性，大家赞不绝口。泥火山豆腐也到处吃得到，现在田妈妈养生坊也有这道菜。除了泥火山豆腐是当地的招牌，有趣的妈妈们还把肉质 Q 弹的放山鸡命为罗山健将。而客家料理也不能少，像是莲花粽，其实也是客家味儿。用客家味儿结合当地名产，这是妈妈们的创意。原本没有一技之长的妈妈们辅导之后，也让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虽然是很属于客家类型的东西啊，但是如果说以前的话，可能也没有做到说这种程度啦。当然是像以前我们做梅干扣肉，并不是这样一整块的，就是把肉呢搅一搅，和在梅干里面。会比较有赏心悦目吧，不会想说之前的那种绞肉，绞肉的话就是碎碎的那一种啊。拥有好山好水的罗山是有机产业村，名声很响亮，而富丽米外销日本，等级相当高。种植下去以后，我们要做一个生产履历，然后再做一个10位置的检测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完整比例的检测，那一系列下来。所以说让我们这个富丽米的品质有一定的这个保证大概。玩了一整天要回家了，千万别忘了要带着客庄的有机米伴手礼，为美好的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泥火山像是标记，让后花园的罗山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质。盐卤豆浆纯天然，泥火山豆腐很 Q 弹，莲花粽的客家味飘散，也满足了感动时刻。